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常常讲到上山看山势，若入门爱看人意，用爬山爱了解山势来比喻做人，就要注意环境的变化，爱看人面色。另外做代志嘛会当合宜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入。咱看到入门这个入第八条，嘛人读做入。这个入就是进的意思，就是讲为外口进到内底，咱讲是进入门；叫人为外口进入，咱讲是入来。若船进到港口，咱讲是入港；互人掠去关，咱讲是入家。另外大院有人讲是入院，出外甲入来，咱讲出入。出入嘛当讲是钱，或者是代志前后订单无共款。另外，还有加增加者伤过底，肉走出来，古早讲是入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入心，会当讲是刻伫咧心肝内；嘛会当讲是一个人真专心、真用心、真注心；会当讲是为心底发出，像咱讲听入心。第二个词读做入门，会当讲是进门，嘛会讲是嫁入去到红婿厝内。现代用来形容讲一项物件，介绍一项知识，初步的册，像讲电脑入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拄到公司来报道，规工伫外口拼业绩，一个入门，主文订单的电话随卡入来，伊做事的态度真认真，莫怪互人听会入心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入，另外一个音是入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